歡迎收聽 Cath 智慧生活放鬆，我係主持人 Lily Chan， 大家好。無論係生活或者健康小貼士，又或者係一啲福利資訊咧，我哋都會每一集為大家一一搜羅嘅。同 Cath 華人服務社嘅目標一樣，都係希望大家嘅生活更加輕鬆、更加精明。而我哋每一集都會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分享佢哋唔同主題嘅生活智慧。今集嘅節目咧，我哋嘅內容就叫做澳洲嘅長者孤獨症。咁其實因為咧，我哋根據到一啲數字咧，就係發覺原來喺澳洲生活嘅長者咧，係有3個咧就會有一個會覺得孤獨嘅。咁可能係長者喺退休之後，生活節奏改變啦，社交圈子慢慢縮窄，亦都可能因為有唔同嘅健康問題啦、環境因素，甚至語言不通咧，就令到佢哋容易產生呢個孤獨感嘅。咁因此咧，作為子女或者親友咧，其實如果見到呢個情形，可以做啲咩咧？咁所以咧，我哋今集好榮幸請到李超豪醫生及教授 Dr. Stephen Lee 同我哋分享一下有關嘅話題嘅。Dr. Lee， 歡迎你。你好。Dr. Lee 啊，我都想請教下咧，其實喺澳洲咧，有多少比例嘅長者咧係會有孤獨感啦，或者有啲嘅社交孤立問題咧？嗱，頭先你已經提過啦，大概每3個長者之中有1個啦。咁根據好多有關方面嘅研究咧，都係發現呢個差唔多嘅。呢個數字差唔多。咁所以咧，其實完全唔係一個即係隨便可以忽略嘅問題，係一個普遍嘅問題嚟嘅。冇錯。咁個成因咧，主要就係因為退休之後咧，嗰個社交圈縮細咗啦，因為你就唔會話日日都見到同事去即係打下交等等啦，咁所以社交圈子縮細咗。另外咧尤其是即係特別重要，即係特別容易有抑鬱或者孤獨感嘅長者咧，就係譬如佢哋有已經有喪偶或者係嗰啲親人離世咗咁變咗佢哋就即係少咗親戚喺身邊啦。咁另外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咧，就係嗰啲長者咧，佢哋個身體健康出現問題，行動冇咁方便咧，就變咗好多時，譬如以前一向好多朋友一齊話，喂，出嚟飲茶啦，咁但係佢哋又即係又唔揸到車啦，又即係出嚟又行得唔好咁變咗咧呢個身體健康嘅退化咧，就會導致佢哋喺行動方面受到限制，亦都係咁樣就限制咗佢哋嗰個社交嘅圈子啦。係啦，另外咧就係佢哋退咗休啦即係冇收入啦咁變咗咧可能會出現一啲經濟嘅壓力，即係唔可以隨時出去威咁就即係亦都要即係可能係要慳啲錢咁樣就少啲出去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搬遷咁譬如咧有一啲長者佢哋係即係佢哋未係長者嘅時候咧，譬如可能學生嗰時已經係住喺某一個區，一路住到自己退休咁樣。但係咧因為退休之後咧，可能唔住咁大間屋要即係所謂 downsize 買啲細啲嘅屋搬去咁樣，咁變咗就可能會搬離咗嗰個區，咁變咗咧嗰個區咧可能附近有啲朋友或者大鄰舍咧係已經相熟嘅，咁變咗咧就分開咗啦。咁樣咧亦都係將佢哋嗰個社交嘅圈子係減低咗啦。咁或者係有啲長者咧係同嗰個移民有關啦譬如咧澳洲係譬如批准嗰啲子女咧可以申請年長嘅父母嚟澳洲所謂養老啦。咁佢哋嚟到之後咧，變咗同佢哋本身嗰個即係嗰個居住環境又唔同咗或者佢哋識嘅親戚朋友亦都係分開晒咁樣。咁佢哋嚟到澳洲咧，亦都係會即係特別感到好孤獨冇錯因為咧我都見到有啲報告咧，就話多元文化背景嘅老人家咧係特別容易感覺孤單咁樣嘅。咁其實文化差異係咪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啦，冇錯。咁其實咧呢一個有一個好嘅例子咧，就係早2年咧喺澳洲咧有一個叫做Royal Commission Inquiry into Aged Care 同埋 Disability Care 啦，即係嗰個澳洲有一個所謂
聽證會啊，去揾出點樣去提高嗰啲長者嘅生活嘅質素啊等等，即係點樣去照顧長者嗰方面提高個質素。咁佢哋咧就發覺咧，原來咧年紀越大咧，越會去翻即係越會去翻自己個根嗰度嘅。譬如你係中國嚟嘅，你年紀大之後咧，你會特別好想食翻啲中國口味嘅食物啊，講翻中國嘅語言啊咁樣。咁你可能即係移民咗嚟澳洲之後，你可能係做會計師啊、律師啊咁，即係講英文係完全冇問題嘅。但係當你退休年紀大之後咧，好多時咧都會所謂揾翻自己嘅根嘅，即係會中意去即係揾翻嗰方自己原本嗰方面嘅嘢嘅。咁所以咧呢一個調查委員會咧作出嘅結論咧就係話，對於多元文化嘅長者嚟講咧，係需要提供一啲長者服務咧，係包括譬如有講同樣語言嘅服務人士啦，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啦。另外咧就係譬如好似嗰啲頤養院咧，要提供一啲即係適合同樣文化嘅食物。咁變咗呢個咧嗱，逢係呢啲咁嘅調查委員會咧，佢係邀請各界嘅專人，即係嗰啲專家去。咁所以呢啲咧絕對唔係話即係坊間嘅傳言嚟嘅，而係啲專家全部都作出嘅結論咧，就係年紀越大咧，多元文化背景嘅長者咧係越會即係想黐翻埋佢自己本身嘅根嗰度㗎。咁所以咧對於多元文化背景嘅長者咧，變咗如果你冇辦法提供即係佢哋冇辦法揾到呢一方面嘅，即係黐唔到埋佢自己嘅根嗰度咧，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個孤獨嘅感覺。冇錯，可能嗰個孤獨感更加強烈啦。所以咧，如果子女或者親人啦，幫一啲長者揀一啲頤養院啦，咁可能都要睇埋本身呢個頤養院嗰個背景啊，能唔能夠提供佢哋中意食開嘅食物啊，或者佢來自同一個國家啲文化嘅活動啊，咁呢方面咧係啦，我相信都好重要嘅。好多時咧，嗰啲子女咧，佢揾嗰啲頤養院咧，即係或者叫老人院咧。就係諗住話喺附近揾得啦，咁即係方便探佢。但係你唔可以記得你探你嘅父母。我即係唔係話每日好多個鐘頭。咁但係咧，你父母每日咧都要，即係成日都要喺嗰度喎。咁如果佢哋有文化嘅差異咧，佢哋可能係即係喺心理上咧就覺得唔係咁好嘅。咁但係佢哋未必識得去話俾你知有咁嘅感覺，因為好多長者自己總之就係覺得唔舒服，唔係好似唔係好慣嘅。但係佢哋又講得出係邊一方面。嗰啲子女只係諗住話譬如呢個頤養院佢咁近，即係頤養院就係頤養院啦，有乜分別啫？食嘅嘢食乜都得嘅啦。咁你平時即係話佢父母後生嗰時出嚟做嘢嗰時，可能都係食西餐啊嗰啲，但係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咧，當年紀大之後咧，佢哋係會，譬如中國人嘅長者咧，佢哋係會中意食翻啲中餐，同嗰啲識得講中文嘅人去溝通嘅。冇錯。其實咧有啲報告都見到咧，就話長期嘅嚴重孤獨感咧，原來唔係令到佢嘅情緒受到影響嘅，原來身體咧都會出現各方面嘅變化，甚至乎疾病嘅。咁其實通常有邊一類型嘅問題會出現呢？係啦，如果長期有孤獨感嘅老人家咧，喺心理影響方面咧，佢哋容易有抑鬱啦，有焦慮嘅情況出現啦，同埋佢哋會有認知退化嘅出現嘅。咁所以長期孤獨嘅老人家咧，佢哋會比較更加容易會有老人痴呆症嘅問題出現嘅，因為佢哋個認知會有退化嘅情況出現。另外身體方面嘅影響咧，佢哋個心臟病啊、心血管病啊、中風啊呢一啲咁嘅問題咧，係會即係趨向嚴重一啲嘅。
另外咧就係感染方面亦都比較嚴重咧，原因咧就係因為個免疫力咧會因為個情緒嘅問題咧而下降嘅。咁同埋最主要嘅咧就係喺好多長期跟進嘅研究裏邊咧，就發現長期嚟講咧，長期孤獨嘅長者咧，佢哋嗰個壽命係短啲嘅，即係佢哋會早死一啲嘅，仲影響埋個壽命添。係啦，冇錯，因為佢各方面影響加加埋埋咁，就會即係令到個壽命係縮短嘅。咁另外行為方面嘅影響咧，佢哋可能會出現一啲即係顧唔到事，即係忽略咗自己嘅情況，自我忽視嘅情況。咁譬如飲食唔注重即係亂咁是但食啲嘢咁樣算啦。咁所以好多時即係唔好話喺中國人嘅圈子醫生好多時咧喺澳洲社會咧嗰啲即係嗰啲老人家咧，特別嗰啲即係喺澳洲嘅醫學嘅典籍裏邊咧，佢好多時都提到，就係話嗰啲老人家咧入醫院，因為身體各方面出現問題咧，跟住就發覺佢原來咧平時咧只係食幾塊餅乾，浸過一啲茶，咁樣就當係一餐咁樣。咁所以佢哋就變咗長年累月嚟講咧，就會令到個身體係即係差好多啦。咁另外一點咧，亦都係即係我哋之前有提過咧，就係始終要保持嗰個身體嘅活動，即係唔好話因為年紀大而減少得太緊要啦，即係完全唔喐咁樣，對於個身體咧，亦都係會有影響嘅。尤其是如果一個人長期孤獨嘅長者嚟講咧，佢哋好自然咧係會將佢哋嘅身體嘅活動減少嘅，因為佢哋冇咗，即係感覺自己冇咗嗰個衝勁，冇咗嗰個即係冇咗想喐嘅動力咁樣。冇錯啊！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都見到咧，即係啲長者咧，可能佢有啲鬱鬱寡歡啊，咁其實可能都係來自佢個孤獨感啦。咁其實有冇話一啲嘅跡象咧？即係唔好話等到原來去到 depression 先至發現，有冇話如果早期會留意到長者有啲咩嘅徵兆，等佢唔好跌入呢一個嘅憂鬱症嗰個情緒裏邊咧？其實如果一個人感到孤獨，開始有一啲即係抑鬱嘅情況出現咧，你可能即係只要你要留心留意啦，因為好多時咧嗰個即係佢表現出嚟咧，唔係話真係咁明顯嘅，你一定要好即係特別去細心去察覺佢。就係佢哋嘅情緒咧就會比較低落，譬如佢哋即係一家人一齊食飯嗰時，佢哋可能出少啲聲冇乜點發表佢哋嘅意見啦。另外咧，佢哋咧唔係好想食嘢咧，即係食嘅嘢好少咁，同埋好多時咧都會有失眠嘅情況出現。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早期焦慮症嘅一啲症狀嚟嘅。咁 Dr. Lia， 咁如果屋企人咧都開始發覺長者有呢個問題啦，咁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即係家人嚟講咧，如果一個長者有咁問題咧，大家要記住一點，唔需要話等到個長者係有頭先我所講嘅情況出現，而係如果個環境嘅情況咧，你作為家人知道佢會有機會係感覺孤獨嘅，譬如佢自己一個住或者係即係好少去出去同朋友聚會啦，又唔參加嗰啲社交活動咁樣，咁即係你應該就已經估到佢係會有嗰個孤獨嘅風險係存在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作為家人咧就要經常去同佢聯繫啦，譬如日日打電話去問下佢點樣咁樣。即係除咗電話之後，最好就可以即係面對面咁樣啦，去探訪啦，同埋鼓勵佢哋參加啲社區活動，因為你可能自己要即係年輕嘅比較年輕嘅一代係自己要返工自己有家庭咁可能
冇咁多時間係即係可以照顧自己父母咧，就可以鼓勵佢哋參加多啲社區嘅活動，變咗咧喺呢一方面咧係可以保護到佢哋嗰個即係孤獨而造成抑鬱嘅風險嘅。咁呢啲社區活動咧，其實佢好似華人服務社 CAS 咁樣啦，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嘅，係嗰啲長者咧係可以即係選擇唔同區啊，或者係唔同嘅社交活動咯咁。譬如我知道有啲唱歌組啊，有啲跳舞組啊，有啲係教啲即係同長者分享點樣去學嗰啲人工智能啊，或者係打乒乓波啊，即係各種都有嘅。咁大家可以去即係索取一啲資料啦，睇下點樣可以去幫助你爸爸媽媽去參加嗰啲社區活動啦。尤其是係喪偶之後嘅長者咧，嗰個孤獨嘅風險係更加高嘅。譬如你爸爸過咗身，咁你媽媽咧嗰個孤獨同埋抑鬱嘅風險咧會特別高嘅。咁你就睇下點樣可以幫你個媽媽去揾一啲社區嘅活動去俾佢哋參加咁樣。另外咧就係幫助佢哋學習科技嘅工具啦，譬如好似通訊視頻啊咁樣，變咗佢哋可以隨時隨地都即係容易同嗰啲親人子女佢哋係孫啊咁樣溝通。咁講到個孫咧，其實咧跨代嘅溝通咧係好值得去嘗試嘅，因為對長者嚟講咧，即係如果同啲孫係有一個親密嘅關係嚟到，即係可以即係搞咗一個親密嘅關係咧，其實咧係好好嘅。譬如好似喺Campsie 嗰個老人院咧，喺正個老人院隔離咧就有一個嗰啲child care， 即係細路仔照顧細路仔嗰啲中心係嗰啲中心嚇。咁同埋咧好多時咧啲細路仔同老人家係有互動嘅。咁而即係根據多方面嘅專家，即係心理學嘅專家都同埋老人科嘅專家都發現咧，對於長者嚟講咧，呢跨代嘅交流咧，對長者嘅心情咧，其實係好好多嘅。另外咧就係即係同長者傾偈嘅時候咧，多啲傾聽啦，同埋即係盡量令佢哋保持一個開心嘅心情咧，同埋一啲即係情緒上嘅支持。冇錯。我覺得跨代共融咧真係好重要啊！咁如果咧聽眾們屋企係有小朋友嘅，或有孫仔嘅，咁都好適宜咧同佢哋嘅長輩一齊即係多啲活動啊！咁啊令到情緒啊各方面嘅氣氛啊都會好啲啊！咁啱啱都聽你講得好啱啊！即係我諗咧好多時長者咧都未必好善用到而家嘅科技啊！咁如果可以教長者，或者甚至乎幫長者喺個電話裏邊裝一啲 Apps 咧，咁啊令到佢可以有視像通訊，無論住幾遠咧都俾佢覺得有一個關心喺度啦。Dr. Lee，咁你仲有冇啲咩建議咧，可以令到老人家咧都繼續增加佢嘅人生價值咧？其實除咗頭先所講溝通方面嘅即係嘅改善方面啦，最好咧就係可以參加唔同嘅社區嘅活動，包括做義工啊，或者係參與一啲社區嘅一啲即係特別嘅活動啊咁樣。咁變咗咧，你會有好多機會同朋友交流，識新嘅朋友同朋友交流，同埋會學習一啲新嘅技能。如果你即係特別係學到嗰啲新嘅影視通訊方面嘅技能咧，你就可以即係就算你啲仔啊孫啊移民咗去海外，譬如話美國加拿大嘅，咁你亦都可以成日同佢哋視頻咁樣去傾偈啊咁。喺今時今日嘅科技嚟講咧，係好容易係做到嘅。咁其實好多時咧，冬天咧都會比較容易感到情緒低落。咁唔知係咪因為日短夜長啦？咁對於如果為長者保持佢哋一個心理健康，咁啊 Dr. Lee 有冇啲咩建議咧？其實咧，保持嗰個心理健康亦都十分重要嘅。但係頭先我哋講咗個飲食習慣要健康啦，生活習慣要健康啦。咁而家心理健康咧，亦都係需要嘅。咁點樣可以保持心理方面嘅健康咧？就係日常咧就即係
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多啲同家人互動啦，即係唔好話自己只係匿喺房啊咁樣，或者淨係掛住睇電視啊咁樣，而係多啲同屋企人傾下偈啊，多啲曬太陽啦，因為嗰個維他命 D 咧對於嗰個即係嗰個精神狀態啊、心理方面都係有一啲幫助嘅。另外重要嘅咧，如果可能嘅咧，就係積極咁參與一啲活動啦。譬如好似去做志願服務啊，或者去參加啲一啲長者嘅活動組啊咁樣。其實參加呢啲活動咧，個目的咧，最重要嘅目標咧，除咗活動之外咧，就係你可以有其他朋友交流，交流係十分重要嘅，即係對於心理同埋情緒方面嘅支持咧係十分重要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去多啲留意呢一啲啦。譬如好似華人服務社 CAS 咧，亦都係有唔同嘅活動組嘅，譬如好似最近咧喺 Waterloo 嗰度咧就開咗一個新嘅活動組啦。另外咧亦都有啲興趣班呢啲咁樣嘅活動咧，譬如好似會特別安排去教嗰啲長者咧點樣去用 AI，即係嗰啲人工智能或者係點樣防騙啊咁樣呢一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積極去參加嘅話咧，亦都係即係對於自己嘅心理方面啦、情緒方面啦，甚至係健康方面啦，都係有好處嘅。咁喺嚟緊6月7號咧，華人服務社 CAS 就會有一個慈善籌款晚會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嚟參加啦，變咗咧可以即係見到好大班嘅華人一齊點樣去即係為個社會服務啊。雖然你或者覺得我都未係真係即係投身為社會服務，但係起碼你嚟參加嘅話咧，變咗咧你可以覺得自己係華人圈子嘅一份子。咁其實呢一個對個心理方面咧亦都好有益處。冇錯，咁除咗食餐飯之外咧，又可以識下朋友啦。咁而且咧，我相信呢個籌款晚宴籌到嘅善款咧，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其他社區上面有需要嘅長者啦。今日咧非常感謝 Dr. Lee 同我哋分享咁多咁有用嘅資訊啦。咁希望咧呢啲資料都幫到我哋嘅聽眾們啦，特別咧係非常注重健康嘅老友記啊。咁如果大家咧想了解更加多華人服務社嘅活動，咁可以到我哋嘅網站 www.cass.org.au 瀏覽，或者致電97894587 97894587去查詢嘅。咁此外咧，我哋都有多個社交平台啦，包括 Facebook、YouTube、WeChat、WhatsApp、小紅書等。咁每日咧提供唔同嘅生活資訊嘅，大家咧歡迎 Like、Share 同埋 Follow 我哋嘅社區平台啦。咁今日咧就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拜拜。